祝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今日使咱有好的天气。日头较大一些啊，我出来时看是28度吼，啊8点外已经28度啊吼。望主继续使咱有好的天气吼。咱嘛有敬拜团伫桃园咧特休会吼，咱嘛望主保守因踮咧特休会中间吼，一路踮咧遐有平安，嘛得到主你的赏赐祝福。好来，咱要今日开始今日礼拜，咱下头同心来祈祷。阮日天的爸，感谢你祝福，互阮每一个人有热切的心，望来到你的殿院，领受你的道理。望主保守今日的礼拜，祝福互团队的讲道，互阮领受着你的旨意。望主保守今日所有每一个服侍同工，到每一个前往来你殿院聚会的会友，阮会当领受着你的福音，会当有望传播，互搁较侪人来听，来信靠你。阮将今日的礼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来祈祷，阮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平安，平安，真欢喜伫礼拜日拢会当看到恁吼。虽然咱是要来敬拜上帝，但是会当看到大家嘛是足欢喜的吼。好，咱同齐要来敬拜咱的上帝。进前，咱台上来练咱今仔日的诗歌，咱台上要练162首。这首对圣歌队来讲是诗。163首，对，163首。但是对大家，敢若对即首敢若较无遐尼，敢若较生疏啦吼。因为伊足侪迄个切分音啦，无要紧，咱大家来练看卖一下吼。好，请。跳动星星，万万引领，跳动星星，万万引领，耶利心为无限的我，到我帮的一切得救赎。切切切，看梦，跳到星星，跳到星星，跳到星星，欢迎你来。好，这首歌是算新的歌吼。这首诗是一个英国的牧师普瓦特，伊伫1986年的时阵做的迄个词跟曲吼，伫1991年才发行出来吼，伫全世界大家拢在唱这，这是对开始有敬拜团的时阵、敬拜赞美的时阵才开始有的吼。这首诗因为伊是一个邀请圣神的歌，所以伫要做礼拜进前，也是咱要聚会的时阵，拢真爱唱这首诗歌吼，听从圣神，听从圣神吼。好，咱过来唱，咱甲3节拢甲唱完。跳动星星，万万引领，跳动星星，万万引领，耶利心为文言的我，到
174，有咧看圣诗的，若有咧看圣诗，咱请咱献开174首。这首我的心无真理的神，那么这嘛是邀请圣神的歌吼。咱这真实，所以咱唱2节就好。来，请。我希望真理的心，求你引领我来临，求赐我心马道理，引我明辨先知。我希望听堂的心。求你引领我来明，小需要陪拄做个，心事有会变成假。好，咱这首诗小等唱的时候爱唱阿门吼。头拄仔唱的第二节的第2破表，心思有会变性格，吼，好，这是较歹念的吼。好，咱请咱过来献开405首，4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古圣诗讲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无要紧，咱要唱主上帝，还是要唱耶和华，拢无要紧。我真爱唱这首诗歌，伫咱敬拜的时阵，咱的心，咱将世上的一寡重担、一寡烦恼，咱甲放下，咱会到上帝面头前，咱要来敬拜咱的上帝吼。咱来用唱2遍吼，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祈祷，我的声。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会祈祷，望你引我要进你的圣殿，照亮你极大的仁慈，我心坚强，心坚强，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礼，我会祈祷，望你引我要进你的圣殿，照亮你极大的仁慈，我心坚强，心坚强，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请咱头咱来闭慢心，安静咱的心，做礼拜。
我要换靠伊，也无惊，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诗歌，伊要真做拯救我的。恁要对救恩的水泉欢喜来唱水，伫迄日，恁要讲，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将伊所行的保养伫列邦。请咱即时来吟圣诗163首。163首，听从圣神，愿欢迎你。听从圣神，愿欢迎你。听从圣神，愿欢迎你。迎你圣会，运行伫阮，打阮放下一切，地上所爱，存双手，一心切切渴慕。听从圣神，听从圣神，听从圣神，欢迎你来。请咱起立来吟转首。即时同齐来念咱的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任内受苦。定世界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咱世地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约会，圣道的相通，照理实体，俗体搁活。
永远的活命。阿们。有看圣诗的，请咱来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64篇。启应文64篇是雅各第1章，请咱来同心来启应。亲爱的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所在，互咱以受造的人意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的兄弟姊妹，着知。因为伊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实行道理。敢若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家己详细看了后会离开。毋过有得详细参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整的律法，佫有得坚守的人。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是在欺骗家己，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对被上帝看起来，咱只是要来请咱的主日学要来献诗。袂快受气，袂为着人的歹口
亨，为爱不移，就欢喜建立。凡事吞忍，凡事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吞忍，凡事着吞忍。情爱永袂无去。这老师在要在讲，小朋友照完呢。喂，他怎么会跑掉？对啊。那是我要讲给大家听吗？没有办法，他们太习惯了，献完诗他们就回去了。来，一样坐回来，请。好，小朋友回来了，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主日阮家遮的主日的囡仔，阮同齐敬拜。通过因所献的诗，阮知主上帝你有仁爱伫阮的中间。这时刻，我们透过主日学，伫主日的信息，互众人都会当明白上帝你的疼。阮伫开始进前，阮大声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你们跑不掉了。好，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呢是和平，和平。那和平呢，到底是要讲谁呢？好，第一个问题，有一位在旧约里面有一位身穿彩衣的少年人是谁？嘘，我们考大家好不好？穿彩衣的是谁？摩西穿彩衣？不是，是谁？直接讲，直接讲。约瑟答对了。今天的这个和平的故事就从约瑟开始。当我在准备约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约瑟跟和平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应该我们讲准确一点是和睦，应该跟和睦有关系。好，约瑟呢，来第二个呢，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一开始他出场了之后呢，他做了梦，他做了2个梦，那个梦里面的情景是怎么样？想一想看，主日学有没有上过？在场的大家，主日学有没有上过？有哈。好，这2个梦呢，第一个是他梦到哥哥做的那个麦子捆起来呢，然后以及他自己也捆了这个麦子，结果呢，哥哥的麦子向约瑟做的这个麦捆呢来拜他。第2个梦呢，他更夸张，他梦到呢星星、月亮、太阳，还有11个好星星呢来向他拜下去。所以当约瑟做了这个梦，那你说做梦就好了嘛，不要跟别人讲，对不对？
你们做梦会不会跟人家讲？会，那就对了。讲了之后就发生了什么事？哥哥就很生气，然后呢，哥哥很生气，他就被哥哥卖掉了。好，他被哥哥卖到哪里去？埃及。对了，然后卖去埃及做什么？做奴隶。所以他就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了。然后他被卖到埃及做奴隶，是被卖到谁的家里？他成为谁的？法老王的谁？法老王的家。不是，他被卖到法老王的一个护卫长叫波提乏的家里。好，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呢，上帝与他同在，使他在这个家里呢，他做了很多的事，都蒙受祝福。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剧情是，他居然被关起来了。他被关了，他不是在法老王护卫家波提乏里面做得很好吗？有上帝跟他同在呢，那他为什么会被关起来？他被谁陷害了？被波提乏的妻子所陷害了。因为那波提乏的妻子看他，不错哦，这个少年郎美败哦，所以就想要把他带到他身边，但那个约瑟就不要，因此就被陷害了。那么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那约瑟怎么离开监狱的？忘记了。被当成会解梦的人，对，他为法老解梦。法老梦见什么？法老梦见什么？等一下，不要问一下大家，你看他们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好，来。哇，给他鼓掌，超厉害的。好，那么这个瘦的牛跟肥的牛，最后在埃及发生什么事？等一下，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对不对？好，来，你讲。等一下，他先讲，埃及就有干旱呢，对，它有7个丰收的年，以及7个有饥荒的年。哇，那这个是法老做的梦呢。那在这个时候，约瑟解了这个梦，所以呢，在整个埃及的这些官员就说：哇，这个约瑟太厉害了，所以要法老王给他权力。那么约瑟做了埃及的什么？宰相，答对了。宰相多大？就是丞相。丞相又有多大？像传道那么大。你看他在那边发呆了。好，那他当了宰相之后呢？果然，埃及有7个丰收的年。那么约瑟就将这所有丰收的谷物收聚起来，来面对7个荒年。好，在荒年的时候呢，约瑟的故乡在迦南地也发生了饥荒。那么雅各就是约瑟的爸爸，叫他另外10个儿子，也就是约瑟的10个哥哥，去埃及买粮食。那买粮食，可他不有12个孩子吗？扣掉约瑟有11个啊，他把谁留在家里？你又知道了。等一下来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你看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你又知道？好，来你讲。最小的便雅悯，哇，便雅悯，他把便雅悯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最心爱的、最疼爱的一个小儿子，他把他留下来。那么，当这些哥哥去到了埃及，那买粮食就来到了约瑟的面前，可是哥哥们却不认识约瑟，为什么？来，他先讲，太久没见到，还有没有？还有哥把约瑟忘一干二净，还有嘞？约瑟穿别的衣服，等一下，我跟他们没有套好哦。
他们什么都知道。你看我的答案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他约瑟在讲埃及的语言，哇，那这些哥哥真的不认识约瑟了呢。那这时候约瑟面对跪在他面前来求他卖粮食给他们的时候，约瑟有什么样的反应？你又知道了。你们都知道。等一下，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哈，你们都不知道哈，好好啊，你们都知道哈，好，来，再还是你讲好了，来，约瑟有什么样的反应？不是啦，好，看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好，来解答一下。约瑟其实看到哥哥跪在他面前的时候，哥哥不认识他，所以他心里很激动。然后他做的第二个动作是他躲到后面，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在那边哭。他哭的原因就是他好不容易见到哥哥了，很感动。好，那么最后约瑟还是忍不住了，走出来跟他哥哥相认。那他跟哥哥相认的时候说什么话？我是约瑟。来，我真的要问一下，来，下一句是什么？我是约瑟，下一句是什么？你看，没有上主日学，哎，来。他说：“我是约瑟，父亲还健在吗？”约瑟其实想的不是哥哥，还有他的爸爸。你看哦，他在少年的时候被卖，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成年了，他已经有好久一段时间没有看到爸爸，所以他问：“父亲还健在吗？”那其实约瑟被卖到埃及，他的哥哥知道他是宰相之后，其实都很害怕。那约瑟如何面对他被卖到埃及这一件事情？来，传道，对他如何面对？好，你不知道。好，来，有没有人知道？又是你，好吧，你讲。原谅他哥哥，还没那么快啦，哈。他跟他哥哥们讲说，我来到埃及是因为上帝亲自让我来到埃及，让我先来到埃及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在这个饥荒的这个年里面呢，使大家的性命因为有粮食而留下来。哇，所以呢，约瑟是这样子在看待他这个时候在埃及的这件事情。好，那当然过了一段时间，他把爸爸哥哥都接来埃及了，可是雅各总会面对死亡嘛。当雅各死了之后，他们的哥哥们担心被约瑟报复，也就是他被卖到埃及这件事，所以他们哥哥就派人向约瑟说，父亲临终交代的话是什么？有啦，那你没上主日学？好，他说你的哥哥们，他的爸爸在要过世之前跟约瑟说，你的哥哥们得罪了你，那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他的爸爸还一直记得这件事，他期待着约瑟可以原谅他的哥哥。我想事实上约瑟早就原谅了，只是他一直没有说出来，所以以至于他爸爸哥哥们就还是很担心。所以呢，当约瑟听到哥哥们很担心的这件事情，约瑟说了什么？不用担心。对了，他说你们以前本来想要害我，但是这个时候呢，当你们害我的那个时刻呢，上帝却让这个不好的事情变为好的事情，为的是要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生存下来。他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将来一定保护、看顾、照顾你们以及你们的儿女。约瑟在这个时候，他忘记了过去，他没有忘记了他没有去记着说哥哥们陷害他、把他卖掉的这件事，他反而是真的在一个和睦、和平上面，想要跟哥哥们一起和好。所以呢，来最后这一句，小朋友们一起念：我们都是。
即使好，约瑟呢，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其实他对于哥哥卖他这件事呢，他已经没有对哥哥有任何的要报复的心，或者是不原谅他们的心。所以从这件事上面，我们要学习的是，当我们跟我们的旁边的人、你的同学、你的家人，其实我们都是要以爱心跟耐心来跟他们相处。然后呢，最后这是一句我们要跟上帝求的，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约瑟以德报怨、原谅他人的精神，让我们可以靠着上帝活出一个美好的品德。别人呢，也会因为我们美好的德性而得到上帝的祝福。好，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还没啦，还没离开啦，还没啦。哦，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上帝，我们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从圣经的人物故事当中去看见你要我们去学习的功课。愿主你的和平、你的和睦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领受你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来。虽然我们还小，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在将来面对一切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话语继续向前行。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你们可以离开了。请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你的疼痛，互阮逐日会当享受伫你创造的美好，甲伫你面前，有平安的福气，甲有你同在的甘甜。阮知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上帝，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你的恩典，阮才会当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献阮的感谢、阿乐、甲祈祷。你讲，人若无信，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阮为着阮的性命来祈祷，阮徛起伫变化多端。多压力，无平安，人甲人失去信任感的世代，阮更较需要真理的灵来引带阮，来光照阮，互阮会晓得去分别善恶。恳求主，当阮需要做选择的时，求你用你的智慧的灵来启示阮，来帮助阮用智慧来分别，主耶稣会听，游玩伫阮的内面，去听阮身躯边需要的人，持守阮着做的事，甲阮着行的路。恳求主耶稣来开阮的心灵的目睭，互阮会当更较深来认捌你，认捌你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你讲，我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佮来开阮的耳孔，会当听见你呼召阮，互阮会当伫即个世代诚侪光，诚侪盐。佮较要紧的，阮会当掠条永远活的即个愿望。主，阮感谢你，你是阮的倚靠，是阮的愿望。你已经将平安来赏赐互阮，即个平安是无人会当夺去的。虽然有时阮会软弱，会失去信心，求你来帮助阮，互阮时时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赢过阮所要面对一切的艰难甲挑战，互阮的心灵会当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护，
逐日会当过着得胜的生活。阮也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见侪所在有侪冲突、战争、俄乌、以巴、缅甸、印巴，阁有侪所在，致使互人陷落伫即个困苦中间。恳求天父上帝特别来怜悯台湾即个处境，逐日有文攻武吓的即个威胁，求主来掌权，求主来保护台湾即个安全。阮毋是期待什么人会当来领导，阮是期待会当，阮期待领导者会当用主上帝的心意来实行你的公义，甲你和平伫逐角落。阮为着阮教会书记中间，教会有侪的活动，求主来引带，佮来带领。毋管是儿童的夏令营，也是青少年的团宣队，拢真做福音的出口，将福音的种子会当传扬出去。毋若是来参加的，会当得到帮助，也是同工受到大大的祝福。阮也为着昨昏今仔日敬拜团去到伫桃园的退休会，求主来保守因的出入平安。主，阮搁较要为着阮所疼、有病痛的遮兄姐来祈祷。毋管因是久长的慢性病，还是拄啊开刀的，还是长伫接受化疗、放疗，遮兄弟这姊妹，因长伫长伫徛伫即个身躯极其软弱中间，需要主耶稣的医治、看顾甲帮助。恳求你会当伸出你的圣手来医治因，会当赢过肉体的挑战，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想使因有信心，相信主你的恩典是教育因用的。相信你，逐日嘛伫陪伴因。主，阮感谢你，阮是有福气的人，会当伫你的内面存感恩的心，来伫学乐、感谢、恳求。阮同心将阮今日的敬拜来献伫主你的面头前，求主你来感答。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咱只是要来看上帝的话，咱要看约翰福音16章，新约约翰福音16章，要对12节看到15节。伫看圣经的人，伫新约部分126页。16章12节，我来读。我也有侪项要甲恁讲，独恁现今转袂起，到真理的神来，伊要带恁入伫一切的真理，因为伊毋是凭家己来讲，是将伊所要听见的来讲，阁要用伫要来的事报恁。伊要严跟我，因为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囡仔爸所有的拢是我的，所以我讲，伊要对我所有的领受来报恁。这是请传道来讲道，伊要讲的是真理的神。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再大声一点点好。好，伫开始之前，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阿爸，非常的感谢你，互阮伫清早时来听你的话语。愿即时你的圣神对阮心内发出亮光，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对你遐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那照着今仔日迄个经课表的迄个日期，今仔日节期是伫迄个圣神降临节了后的一个3-1主日，也就是圣神降临节了后的第一个主日啦，就是3-1主日。所以今仔咱做伙要来透过即个经文甲节期，做伙来思想咱甲3-1上帝的之间的关系。伫讲道开始之前，我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敢有人会当来完美、完整的来解说3-1上帝是啥物？到底啥物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也是讲3-1上帝？到底是对一种？要安怎来解说？其实后来较侪人认为是3-1上帝较好啦因为这会当避免讲大家一直来争论讲迄个三位一体的位是对一位啦，迄体阁是对一体啦。所以有时到最后，有个人认为讲规气就讲3-1上帝就好。有个人恁敢有听过用水啊、冰啊、水气来比喻讲3-1上帝的即个关系？应该有听过啦总是即款的讲法，其实嘛有其中的问题。即个问题就是表示讲，咱所信的神只不过伫旧约称作是耶和华，伫新约称作是耶稣，初代教会时期称作是圣神。安尼的解说敢对？解上对，解上阁怪怪。其实这真可能害咱进入到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以为咱的上帝只是伫无共款的时代扮演无共款角色的上帝那尔。这嘛是伫即个讨论的中间，神学讨论内底讲中间是讲面具主义啦，就是认为讲上帝只是扮演无共款的角色那尔。其实这类的讲法解说真济，有的人用鸡卵来比喻啦，用苹果啦，搁用日头啦。有侪款的讲法，大家拢想要来讨论讲3-1上帝到底是啥物款的一个关系甲存在。总是伫即个讨论的过程中，拢有无够完全的所在，甚至可能伫这讨论内底，咱真有可能佫陷入错误的一个理解甲思想内底。若是安尼，到底3-1上帝到底是啥物？其实3-1上帝即个名词伫咧圣经内底，伊无真正安尼出现，甚至加就是即个马太福音伫咧28章19节的时阵，耶稣有讲，恁着奉爸囝圣神的名替人来行洗礼，对不对？也是讲，亲像今仔日即款的经文内底，拢有提到讲彼此的即款的称呼那尔。过来要讨论到即个3-1上帝的神学的讨论，就进入到主后180年左右一位基督教的教父叫做特土良，伊将即个名词来提出来讨论。一直到后来，经过侪神学家的一个讨论甲辩论了后，经过即个尼西亚大公会议也是讲侪学者奥古斯丁的遮个讨论了后，渐渐来形成即马咱所咧讲、咱所信的即个3-1上帝的神学观点。所以希望今仔日的即个讲道会当帮助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对3-1上帝有另外一个层面甲角度的一个认识甲了解。咱做伙来进入到今仔即个经文内底，今仔经文伫约翰福音16章12节到15节，即个经文已经来到耶稣要受难周进前的即个过程啊。所以耶稣伊无搁对外来报道，伊是来更加注意伊甲门徒之间的关系，伊要来用遮个时间来起造门徒的信心，互因会当有够野的信心甲勇气来面对刷落来，因会面对到的遮个困难、攻击甲挑战。所以对即开始，耶稣伊呼召伊的门徒跟对伊的时阵，伫即个约翰福音，咱会当看约翰福音内底的故事足精彩，将水变成酒，对毋对？然后佮尼哥底母分享迄个顶头生的即个性命，也是讲撒玛利亚妇人得到性命的活水。其实伫即个中间，甚至耶稣佮行伫即个风影中间，去到门徒的身躯边。
一直到耶稣去到圣殿，洁净即个圣殿，甲人秉道，得识着侪的人，也因为耶稣伊公开的遮个报道，直到冲突渐渐变济。总是军队耶稣的人，敢有愈来愈济？有哦，愈来愈济，对毋对？若是安尼，若是恁是耶稣的门徒，恁会有啥物款的想法？是讲对啦，我真正对着人啊啦！这真正就是吼，要带阮、带阮做伙来改变世界吼。我们要去一起跟耶稣干大事吼，做有用的人这样子。总是吼，伫耶稣的角度，伊看安怎？伊是认为讲，啊，这个门徒的信心吼，犹原无够。无够面对因煞来要面对的这个困境甲挑战，因为耶稣清楚知影，伊的门徒的眼光只是停留伫即个世间的一寡的价值顶面，所以耶稣伊讲，伊伫咧16章40开始分享，伊讲我之前无甲恁讲，是因为我搁伫恁的身躯边，总是我要回去找我来的爸的所在，我实在甲恁讲，若是我无去，圣神保惠师就袂来遮就近恁。咱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爱离开世间，圣神保惠师才会来？敢是安尼？咱搁来另外搁思考一个问题，好无？若是耶稣伊无离开这个世界，现在的基督教会变成啥物款？咱会当来想看卖，因为今仔时间的关系，袂当互恁想伤久，恁回去遐想啊。总是咱会当来看的是这即马我要讲的是我家己的想法啦，毋是耶稣的离开的本意。若是吼耶稣伊无离开，咱的信仰只会变成一种无信心的经验主义啦尔。就是讲手摸着、目睭看着，咱就会当来相信耶稣啊。但是即款的信，只不过是出伫现实经验中间咱的回应啦尔。甚至讲即款的信，毋是真正的信，只是一种经验。这是我伫咧即个读这篇准备这篇讲道的时阵，有一寡的反省。咱时常吼用尽一切的困难，想要互人无法度否定上帝的存在，互人会当无任何怀疑的空间，想尽办法要回答因的问题、因的疑问。总是安尼的信仰，其实并毋是真正的信仰，只是用事实、用逻辑思考来讲赢的一个结果尔。所以，当我咧思考这段经文的时阵，我发现讲，三一上帝，伊根本就是一个我无法度完全讲清楚的真理。咱的信仰本来就有一寡咱无法度去讲清楚的一个所在，总是嘛是因为安尼，愿意超我遮的怀疑，先来相信的人，因的信心才是真的。我感觉讲，上帝透过这款的这个，互人有怀疑的空间，有否定这个信仰的空间，互另外一群愿意超越相信的人，因他有生出真正的这个信心。所以，我感觉对遮我嘛看到讲，因为耶稣的离开，互咱看到讲，这个门徒因的信心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对看会到的耶稣提升到看袂到的。然后，因为圣神的同在，因确实得到确信甲快乐。耶稣伊并毋是单纯咧讲一个事实，讲伊要去你到迄个所，伊要去圣神保惠师还会落来。伊要讲的是讲，伊要表达的只是讲，当伊只有伊去的时阵，圣神才有法度长期带伫属伫上帝的囝儿的身上，然后发出功效。迄个去代表的是啥物？是受苦、受死、上天，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上帝透过这款的计划，互人类的原罪得到赦免的一个过程。所以耶稣讲，伊去是为着要备办这一切的过程了后，互人的心会当来接受圣神长期伫咱的心内发出真实的功效。所以耶稣知影，当伊要离开这个门徒的时阵，伊遮个门徒一定会感觉真无方向，真惊吓，所以伊分享遮个信息，互遮个门徒会当来伫未来会当得到安慰甲信心。所以当咱咧看今仔日的即个经文12节到15节的中间讲到的我，就是耶稣本身，真理的神，
就是圣神保惠师，爸就是阿爸爸上帝。其实这个其中无真困难的神学的教导，伊只不过就是要讲阿爸爸上帝，伊怎样透过耶稣来亲近咱每一个人，互咱会当来明白伊，佮透过真理的神，要帮助咱会当来近我阿爸爸上帝，并毋是这位阿爸爸上帝，并毋是迄个远远伫外口咧看咱的上帝，伊是要透过真理的神。就算讲咱无阁看到耶稣的性命，咱犹原会当来想起耶稣的性命，然后咱会当将咱的性命连接伫阿爸爸上帝的身上。耶稣伫遮的教导是要互遮的门徒对三一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捌，互因伫刷落来遮的呼召中间，犹原会当真清楚知影因要做啥物，然后勇敢进前。所以若是安尼，咱嘛做伙来透过今仔日的经文来思想，即个三一上帝甲现在的咱的性命、甲生活有啥物款的关系？甚至对伫咱有啥物款的能力甲带领？第一个，咱要来看的是阿爸爸上帝。耶稣伊伫约翰福音所启示的，伊较侪是咧讲爸甲囝之间的关系。当然，耶稣伊嘛捌伫第8章的时阵讲，伊就是起初就存在的迄位。总是耶稣已经甲愿意遮的门徒了解，上帝的形象，毋若是创造、利约、律法的上帝，更加是一位疼的阿爸爸上帝。因为伊的疼，才有耶稣临在伫即个世间，才有救赎的保惠师来亲近咱。这嘛是互咱一个愿望，就是咱有一个疼咱的阿爸爸上帝。因为疼，所以伊创造咱每一个人，想使咱每一个人性命拢有宝贵的恩赐。过去我捌看两本册，这两本册，恁看哦，这两本册虽然作者是同款的，啊，毋过封面那个风格差很多吼，因为不同的出版社啦吼。啊，这两本是前后集。当我咧看这两本册的时阵，我真正甲上帝祈祷讲，其实上帝我毋知影啥物叫做阿爸爸的疼，我嘛毋知影啥物叫做老爸的疼。我有老爸啊，伊也袂死的，只是吼，阮爸爸吼，伊较袂晓表达伊的感情啦，吼。阮爸爸有时阵会听直播，总是吼，阮老爸伊吼，伊较袂晓表达伊的感情，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我嘛咧看遮个册时阵，我讲奇怪啊，阮爸就毋是安尼呢，啊上帝是安尼，啊阮爸是安尼，差遮济安尼，吼啊，所以吼，我就甲上帝讲，我真正无法度理解你讲的即个阿爸爸的疼是啥物。所以伫即个敲锤的过程中间，伫咧祈祷的过程中，上帝甲我讲，无要紧，我要成做你的阿爸爸上帝。结果我真正伫我的生活中间体会到即款的经验，即款的疼。当我因为我犯错、陷入困境的时阵，上帝甲我讲，我所疼的，我要来管教。当我因为软弱跋倒的时阵，上帝互我伫咧祈祷中间看到一个异象，意象是一个囡仔跋倒。啊，你看到一个囡仔跋倒，你安怎？你会走去甲扶起来，讲啊，无要紧，无要紧，笑。吼，耶稣就是用即个画面，互我看去讲，你会跋倒，无要紧，我甲你扶的，甲你拍迄个背的，背互牵去，好，做伙行信仰的道路。所以伫咧即个过程中间，我真正感受到迄种阿爸爸上帝真实的疼来充满我。伫即个过程中间，后来我受到呼召，讲要去读神学院，我搁甲上帝讲毋对哦，你安尼讲有选毋着人，拜托你看者我呢，我是谁？我袂晓读册呢，我信仰嘛毋是一个偌好的人，你敢有选毋着？啊，结果我就讲，而且我真正真清楚知影，我无啥物款的恩赐，会当互上帝来使用。结果上帝回应我的祈祷是啥物？敢知？伊讲有啊，你着用我疼你的疼去疼你身躯边的人，因为你心中已经有我的疼伫内面。我发现讲哦，所以有上帝的疼伫我的内面，就成做我生命一个上重要的恩赐。也因为安尼，我知影安尼，我上帝呼召我会当来做啥物，就是用伊的疼去疼我身躯边的人。
亲爱兄弟姊妹，其实伫即几礼拜吼，咱介常拢咧伫即个讲道的过程中来思考咱信仰的生命。咱伫即个信仰的过程中间，上帝所赏赐互咱的特质、才能、恩赐到底是啥物？当咱愿意邀请阿爸的上帝进入到咱的生命甲咱同行的时阵，就代表咱也愿意相信上帝有赏赐一份礼物伫咱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等待咱去发现，并且用这份恩赐、这份礼物去完成上帝对咱生命的计划甲呼召。所以，只要咱有愿意开时间安静心来祈祷，咱一定会当来发现咱的生命的礼物到底是啥物。也因为安尼，咱的生命就袂失去跑走的方向。因为你已经知影你的生命要走去倒位，你的生命你受创造的意义是啥物。所以第二点，当耶稣伊透过家己的行为甲生活亲身这的门徒来，启示讲道成肉体的上帝。门徒对过去安尼具有人物的上帝，到现在每一天甲因生活做伙道成肉体的上帝，耶稣伊透过伊的生活来亲近这的门徒，教导因思考、选择要安怎有规范，爱安怎教导。所以耶稣伊的言行举止，因拢看，互这的门徒看伫眼内。耶稣毋若透过家己的生命来教导人怎样来活出疼甲信仰。更加是即个透过家己4个月上天的过程，拍破人甲上帝之间的即个隔离，互咱会当得到救赎的疼甲稳定。咱实在是有福气的人吼，咱现在有圣经，有侪的资源，甚至伫教会中间的生活、主日的讲道、团契、信仰的课程、团契彼此的分享，拢会当帮助咱怎样？帮助咱会当将咱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带入去到耶稣的生命内底，来找出答案，来解决。这也就是伫三一上帝中间，咱会当透过耶稣基督做伙来行出的一条新的路径。就是当咱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阵，咱想起耶稣怎样来陪伴；当咱看到怨恨的人的时阵，咱看见耶稣怎样来疗赦。当咱受到攻击的时阵，咱怎样想起耶稣来回应？因为耶稣伊帮助咱将迄条学伫了解真抽象、真神的道路，透过耶稣伊亲身替咱来行过一摆，互咱知影疼是有可能的，得到医治是有可能的，夭折得到讨棒是有可能的。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伊所行的道路，互咱看到侪咱生命真实的望，就是将无可能变成可能的困难。过去我伫咧高中的时阵吼，我捌甲母会的一个辅导有真大的冲突，因为我过去吼弄到足烂的，迄拍拢对袂着。我真拍拼练习啦，我若有时间我就去教会练习，练到厝边抗议叫警察安尼。最后教会因为我换一台电子鼓，安尼就袂差。伫迄个过程中，我真正练甲足认真啊！伫咧练习敬拜的时阵，我辅导单讲起，单的讲：二号，你是有咧练无啊？你是毋是拢无练啊？是你耳孔有问题啊？我听了我就足艰苦的，我练甲已经变叫啊！我就资质不好嘛，对毋对？我毋是挑鼓的，我足艰苦的，因为安尼我迄讲的对迄个鼓遐。鼓池拢甲囥咧，我就走啊！一走就是几啊个月，我就无去教会啊。我有去另外一间教会啦。想讲，我就去另外一间教会几啊个月，然后我母会另外一个辅导来找我啉咖啡，星巴克，迄是我第一届啉星巴克的款。伊就甲我讲，二号，若是耶稣愿意为着讨厌伊的人来行十字架的道路，你为虾米无法度试看卖？摇下即个辅导对你的误会咧，最后我想想嘛是啦，耶稣嘛遮艰苦，也无我试看卖好啊，所以我就等伊到教会，甲伊和好。结果到即马到后来吼，阮两个伫教会内底变成迄个敬拜团上好的搭档，你敢知？因为台语堂甲华语堂吼，拢需要鼓手甲司琴，所以阮逐礼拜2堂拢是阮两个，阮两个已经配甲吼，目睭看者知影要安怎弄。所以因为即个过程
透过我愿意用耶稣基督的性命来加做我真实的这个行动的时阵，我体会到原来饶赦会得到讨放，原来饶赦会互关系和好，原来因为这个饶赦，互我得到一个真好的信仰的同伴。到现在，阮彼此就算讲我来到台北啊，我嘛会彼此分享生活，彼此带导。最后要来讲到圣神的部分，就是真理的神。耶稣讲，等待真理的神临在的时阵，世间人就知影什么是罪，什么是义，上帝的审判佫是什么。就亲像彼得来看到外邦人受到圣神的充满的时阵，伊就明白讲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毋若是要互犹太人，佫要互外邦人的啦。也因为安尼，有圣神的同在，当门道做有着这苦难的时阵、迫害的时阵，圣神互因想起讲，耶稣捌甲因同在的即款的平安。当道歉是一个放伫因的面头前的时阵，圣神想使迄个勇气，互因想起讲耶稣所讲，我要替恁来备办恁要去的所在。当圣神临在伫即个初代教会的时阵，教会就有一群同心合意、彼此相听的人，组织做一伙。上帝就安那将人加天互因，因为世间人看到讲即个所在有真实的疼甲关系伫即个教会内底，所以人就家己行入来。现在的咱其实嘛需要真理的神来甲咱做伙生活，无论是最近的即个世界充满战乱、经济的问题、社会性的问题、伦理上的问题，侪的问题出现的时阵。若是咱无圣神，咱要用啥物来回应这个问题？甚至假的教师嘛开始出现。伫我的脸书有铺即个吼，最近即个社里教，伊用网红，即摆少年人真介意的网红甲短影音即个部分，来吸引遮的少年人进入到因的教会内底。这是因伫迄个因即摆伫咧学校内底，也是讲一寡所在。因的团体叫做基督教福音宣教会，伊用即款的名字、即款的短影音啊、跳舞啊啥物，来吸引青少年来进入到因的教会。总是咱知影，这无合伫咱的信仰内底。甚至迄天我去成品看，其实我足爱去成品看册，看袂出来吼。我足爱去成品看册。我有一天我甲伊玲去的时阵，我足艰苦心的，我甲即个画面翕落来。原底我拢会去到成品，我就直接行入去迄个宗教的迄个基督教的册柜内底来看有啥物新的册。我遐去看，奇怪，安内拢变做新世纪的册。新世纪运动就是一种新的灵性的运动，用冥想啦、宇宙能量啦、宇宙意识等等的这物件，要来替换圣神的存在的功效，甲咱所信的上帝的功效。当我看到基督教信仰的册，互人放去边仔的册柜的时阵，然后即两柜拢是新世纪的即个册哦，替换掉基督教信仰的册柜的时阵，我感觉足艰苦心的，我就想要甲偷偷换过来。我感觉哇，即摆的流行真正就是安尼，所以因就愿意较流行的所在，放伫较明显的所在。基督教信仰已经互因放到较边仔的柜顶悬啦，所以这真正是咱现代基督徒会碰到的问题哦。若是咱无圣神甲咱同在，咱要怎样来回应这个问题？咱要怎样来回应这信仰的挑战？我最近有一个经验，我最近咧陪伴一个伫南部的一个家庭，伊厝内的人有一个有精神疾患的问题，毋过因厝内人拢感觉伊是互鬼附身。所以伊就甲我讲，伊就敲电话，因为伊无熟悉的木架，伊就敲互我。当我咧甲伊讨论、了解即个状况的时阵，我嘛替即个人来祈祷。我开始有感受到圣神甲伊同在。总是后来伊的厝内人一直甲我讲毋对，传道即个人是可能互鬼附身啥物的。我也无伫遐，其实我嘛毋知要安怎，所以我就祈祷。我讲吼。因为迄个姊妹是有洗礼的，我甲上帝讲，若是伊有洗礼，伊是你的囝儿，共款拢伫圣神的同在内底，所以我就用我的心来甲圣神来祈祷，讲主啊，圣神你来提醒我，伊即摆的状况到底是啥物款？
敢真正是互鬼附身。我咧祈祷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声音真清楚甲我讲，伊只是一个受伤，需要互我的听来陪伴医治的人。我伫着这个感动的时阵，我就甲因厝内人讲，这是我祈祷的感动。然后我先鼓励因先送病院去做一个治疗。确实是透过去到病院了后，注射食药了后，就恢复一个较平稳的状态。伫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感受到，伫圣神伫咱的生命内底的时阵，我毋是要讲我较熟练啊是啥物的，其实嘛毋是，只是要讲伫这个过程中间，圣神真正会正做咱分辨真理、分辨罪甲无好的代志的一种的能力。伫这个圣神同在，伊伫高雄，我伫咧台北，总是透过圣神的同在的时阵，我会当来了解明白这个姊妹伊真实的需要是啥物。真理的神真实，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带来的是平安，是平静安稳。真理的神会当帮助咱分辨这个伫咧末世中间的真理。当我想要讲无造就人的话的时阵，心中嘛会出现无平安的感觉。我认为这就是圣神的提醒。所以圣神佫会当来提醒咱伫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损伤，圣神嘛会正做医治者来恢复咱。亲像有个人过去伫家庭内底、家族内底有受到一寡错误的对待，也是讲错误的一种的价值观来教导。直到大汉了后，面对着亲密的关系时阵，因心中有侪的惊吓。毋过透过圣神的引带，当咱愿意伫圣神内底来安静心来祈祷的时阵，伊就咱来显明咱生命中间的空隙伫倒位。然后一摆搁一摆，透过圣神的医治，咱的祈祷会通帮助咱伫圣神内底得到一个健康的身心灵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圣神会当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所发出来的功效，就是帮助咱有智慧、有勇气来面对末世的挑战。圣神嘛会当帮助咱伫咧身心灵的这个过程中间，一直更新，得到真实的平安甲喜乐。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绝对毋是迄种麦当劳得来速我上爱的物件，总是迄种的圣神。咱所信的这个圣神，并毋是咱所想迄种拍落来，然后充满，然后哈利路亚，然后就完全的无代志迄种的圣神。咱的圣神是需要咱开时间去明白、去操练。所以今仔日我讲较侪家己的经验见证，是为着要互恁知影，三一上帝无需要咱完全来了解，总是咱需要去经历。咱一定需要去经历三一上帝，因无共款的位，因伫无共款的所在，正做咱生命中无共款的帮助。咱的生命透过三一上帝，才有法度来完成上帝对咱的计划，佮详时带来属天的这种喜乐、平安、望伫咱的生命中间，互人接近咱，就亲像体验到伫上帝的国度内底。愿今仔日透过这款的讲道会当帮助每一位兄弟姊妹，带着三一上帝做伙进入到咱的生活内底，好无？带着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恩赐才能完成伊对咱生命的计划甲呼召。咱做伙来跟对耶稣的脚步，来行出正圣的道路。咱做伙透过圣神。对咱的心中所发出的功效，互咱会当得到医治，互咱得到透放，互咱有听的能力，互咱有分辨真理的能力，有认捌罪，佮有悔改的能力。最后就是透过三一上帝，咱的生命活伫地人，亲像伫天人的这款的生活。互人就愿意来就近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因看见讲真实的疼、真实的望甲平安伫咱的生命中间。这也就是亲近三一上帝所带来的疼甲救赎极大的恩典。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三一的主上帝，阮实在感谢你，
透过恁无共款的工作，才做阮无共款时刻的帮衬。当阮软弱惊吓时阵，愿主你的圣神才做阮心中极大的快乐。当阮毋知影要怎样来描写，怎样去听的时阵，你的圣神先来听阮，先来透放阮，先来医治阮。愿阮每一位文山教会兄弟姊妹，透过因甲你去做一个亲密的关系时，阮的心灵就得到透放，得到医治，得到更新，互阮会当伫阮的生命中间，伫阮的生活中间活出基督的芳气，互众人看到阮的生命，就看见伊亲像伫天国、上帝国迄款全然的疼、甲毋忘、甲喜乐、甲平安。愿主来使用阮每一个人，愿主来呼召阮每一个人，愿主的圣神来吸引阮，来就近你，听你的话语，听你的启示。愿阮每一个人透过今仔日的信息，真实来邀请三一上帝进入到阮的生命中间，甲阮做伙同齐，过每一天的生活。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请咱过来吟圣诗，圣诗174首，圣诗174首。我羡慕真理的神，我羡慕真理的神，求你应点我内面，叫醒我心捌道理，一发明白圣旨意。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来准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坐。这是我的报告，未报告，大先请咱同齐来念咱今仔日的金句2遍，请。迄时我伫遐做师傅头，日日互伊欢喜，常常伫伊面前快乐。箴言8章30節。迄時我伫遐做師傅頭，日日互伊歡喜，常常伫伊面前快樂。箴言8章30節。請咱來看第3頁。澳洲侍奉同工，領唱是謝義宏，司禮是周明雄，執事司琴是張丁賢兄弟，獻詩是馬拉甲正大團契，司獻是謝義宏執事甲林中豪執事，招待是謝義宏兄執事甲詹美霞姊妹，音控是周宏邦兄弟甲陈佑增兄弟。拜三的祈祷会是泰泽祷告会吼，请咱会当来，请咱来同齐来参加，同齐伫遮来做祈祷吼。后礼拜主理是李和传道书，题目是当以利亚得到忧郁症吼。圣经甲圣诗，若要准备，咱伫遮拢会来先提先来做一个准备。请咱掀开第6页，看咱的教会消息。第1點，敬拜团伫今仔日，为昨昏甲今仔日伫桃园遐举行退休会，是嘛要有今年的第3季的事工的研讨会。因请咱会当伫遐带导，因的出入平安，甲伫因的属灵性命吼，会当伫遐对着安尼来长大。第2點是社青小组性命成长的课程，伫今仔日下晡1點半到4點，吼伫大會議室遐要來上課。第3點是泰澤禱告會，是咱即個來週吼拜三。8點伫咱教會2樓舉行，請會當參加，攏來參加。第4點是咱的信仰課程吼，有8堂的課程。第1堂是6月21到6月28，7月12到7月19，8月是8月23到30，9月是9月13到20，吼，若有准備心要洗禮、更新禮，也是咱的無道友想要来要聽即個信仰的吼，請嘛攏會當歡迎大家來參加。第5點是聖誕節感恩節的籌備小組要開會，佇後主日6月22日12點半，佇咱的地下室要召開本年度第2遍的籌備會議，邀請咱主日學校長、聖歌隊隊長、敬拜團的團長、少年團契、瑪納團契、婦女團契、少年團契的會長，還有社區關懷據點的負責人、組員甲幼稚會當來參加即個籌備的會議。第6點是咱禮拜組開會，佇後禮拜6月22日，吼，籌備會了後，要線開禮拜組的會議。第7點是團契組，瑪納團契因所選出的同工，會長是黃慧千，副會長是許承恩，書記是朱月賢，櫃記是張賀，輔導是柯玉佳執事。少年團契所選出的是會長陳可軒。文書李志源，櫃記是鄭子琪，出納是曾仁普，公關是呂新妍，輔導是咱的李和傳道書。因要定佇7月27日佇台語堂來舉行就任式吼。
特别点是咱经商会甲美术馆的基金的收支，咱1月甲4月报表拢出来，放伫伫地高页遐吼，请咱家己来看。好，咱有其他联络的，请咱伫咱的祈祷中会当来为着因来代祷吼。好，有新朋友了吼。大家平安。今天有2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第一位是郭心怡姐妹，那她现在还不是基督徒，那很高兴她是明月的朋友，可以稍微起立让大家看一下你。我们欢迎她，谢谢。第2位是李善文弟兄，那他是那个廖老师廖长老带来的朋友。他已经是基督徒，之前在那个政大那边的活石教会聚会，我们欢迎他一起。欢迎，每个礼拜都看到你们哈。好，咱即马来伫平安礼吼。这是咱过来吟诵要编的诗394首，300。Amen.
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之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喂。改变一下，就第二首的时候我要多一次 A。第二首奇妙的预备本来是 A B C C B，然后多一次 A。